广东人是如何赞美食物的？对吧，两位靓仔，啲餸得唔得？好吃，这个烧鸡皮脆肉滑，还带汁儿。这鱼肉呢，一点都不腥，很鮮甜。你講啲冇用啊，等我嚟啦。雞有雞味，魚有魚味。係啊，我啲料好講究噶。個茄瓜煲點啊？很香啊！這個茄子呢，吸收了醬汁還有鹹魚的味道，而且好餸飯。係啊，配埋我啲鮮苗米，一流。嗱，老細個湯真係要講一講。哇，同我阿媽煲嗰啲一樣嘅。怎麼說話呢？這不就說人家功夫一般咯？哇，靚仔你真係識食啊！我啲湯熬咗幾粒鐘，為嘅就係追求媽媽的味道。嚟試埋個甜品佢，好吃啊！那這個應該咋說？正唔甜啊個甜品。唉，多謝你欣賞啊，靚仔。咁啱傾，打個7折俾你哋，以後多謝幫襯啊。謝謝老闆啊！我們開車來了，免個停車費唄。喂，唔好意思啊，個停車場唔歸我哋管。冇話要。